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3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到23节，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贪与羡。犹太人经常被上帝、被先知给警告，因为呢，他们总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正如同大卫王也曾经被先知拿单用一个比喻来提醒他一样。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记载了拿单指责大卫的事。大卫还大声地斥责比喻当中的那一位有钱的妇人。经文说，大卫听了，就对那有钱的人非常的生气，说：我对着永生上主发誓，做这种事的人该死。他做出这样残忍的事，必须要偿还他所夺去的4倍。许多人呢，就如同大卫一样，贪心不足，而且还自以为意的指责、诬陷其他的人。先知以赛亚第5章第8节到23节这样提醒以色列人，他说道：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已经有田地房屋，还贪图更多田地房屋，别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们竟把一大片的土地独占了。我听见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这些豪华大厦都要荒废，无人居住。10公顷的葡萄园顶多酿10公升的酒，10篮麦种还收不到1篮麦子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一早起来就喝烈酒，整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。在宴会上，你们欣赏竖琴、铃鼓、箫笛，消耗大量的酒，却不明白上主的作为。因此你们要被放逐，你们的领袖要饿死，人民要渴死。阴间正张开大口，要吞吃他们，把在耶路撒冷作乐的显耀和狂欢的人民一起吞灭。每一个人都要蒙羞辱，骄傲的人要贬为卑微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主持公义，彰显自己的伟大。神圣的上帝要以审判子民，显示自己的神圣。荒废了的城市长满野草，小羊在那里吃草，小山羊也在那里找食料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已经被罪恶过犯套住了。你们说，让上主赶快做他要做的事，我们当要看看他的作为，让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施行他的计划吧。我们倒想知道他的意念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是非不辨，光暗颠倒，甜苦不分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还自以为聪明伶俐呢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只是这些酒囊饭袋，你们的勇敢和胆量只是在斗酒的时候表现出来。你们让贿赂你们的人逍遥法外，却剥夺无辜者的权利。比起这一些自以为义、富有却不义的人，耶稣基督他谈到了甘心乐意奉献的教导。他以寡妇的奉献来提醒人们，什么样的奉献是蒙主所喜悦的。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，耶稣基督谈到了2种奉献的心态。一种是自以为了不起的奉献，一个却是虚心而全心全意的奉献。
经文当中说的那一位寡妇的奉献，是将自己的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甘心乐意的奉献了。圣经这样记载，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，看大家怎样投钱在奉献箱里。很多有钱的人投进许多的钱。后来有一个穷寡妇上来，她投了2个小铜板，约等于1文钱。耶稣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投进的奉献比其他的人都还要多。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当中捐出有余的，可是他已经很穷，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都献上了。这是基督徒应当要学习的品格，不但是不能贪心，不能欺负人，更要懂得诚心实意的奉献。诗篇113篇，要赞美上主，上主的仆人要颂赞。你们要颂赞他的名，上主的名应受颂赞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。上主的名应受颂赞，上主统辖万国，他的荣耀超越诸天。谁能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？他住在至高的地方，但是他俯首垂视，观看诸天和大地。他从尘埃提拔穷苦人，从粪土当中就拔贫乏人，使他们得以陪伴王子，得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受敬重，赐他儿女，使他喜乐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教导我们不要因为贪心而欺压人、欺骗人、诬赖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